政府嘅公務員係用一個誣告話我恐嚇佢，然之後佢個政府公僕嚟喎，然之後佢就走咗，跟住差人就嚟晒入晒我間鋪，咁我仲使做生意嘅？喂，你而家就係咁啊嘛，香港政府藍絲都變黃絲啦，咁樣做嘢嘅，冇靈魂嘅，成班香港政府啲公務員廢柴嚟㗎啦！喂，你咁樣俾人，你稍為用啲腦啊，人哋濫用你個投訴機制。喂，你尋日投訴咗，派咗隊人去 check 有 record 㗎嘛？今日又有人投訴同一樣嘢。喂，你個屎忽諗嘢嘅咩？佢肯定知呢條友係俾人搞啦，華記係嘛？原來佢知華記俾人搞，咁啱嗰班食環署又係黃友嚟啦，咁咪啱咯！哎呀，真係有黃友投訴去黃友嘅政府部門，就係玩呢條正常人嘅，係嘛？咪就係咁簡單咯。而家生記一樣啫嘛，每一日香港就係發生緊。2026年5月28號就係發生緊呢啲嘢。政府高官視而不見，而最好笑係咩呢？關於匿名舉報，最中意做匿名舉報係咩啊？咪就係我哋嘅房屋局嘅局長咯，而家升咗職嗰個啊，阿羅淑佩啊，佢又發明咗呢，邊個舉報，哇！啲公屋居民啲阿婆阿公啊，邊條友返咗大陸醫病 cancer 醫咗幾個月冇落嚟嗰啲僆仔，你舉報佢。跟住就政府嗰3000蚊，喂，跟住有條友咧翻大陸醫病，哇！喺間公屋都冇埋，就係當年2019年嘅時候咧，大家意見分歧啊，嗰啲死藍絲掛住個國旗喺門口啦，而家捉到啦，條友病咗翻大陸，一於舉到佢屋都冇得住，喂，成功喎，俾佢收3000人喎，政府就發明一啲撕裂社會嘅做法，就係慫恿一啲人不斷去舉報，就攞個3000蚊就獎，係政府你其實咧用一個正常嘅邏輯咧，就係好似今日盧寵茂咁樣講，政府對於捐贈器官嗰啲卡，你唔可以立法嗰個人死咗一定要捐啲器官俾你，唔可以嘅。一個人如果死咗，佢要在生嘅時候咧，佢自己同意簽一個器官捐贈卡，咁佢先至可以維愛社會。如果佢個人係唔中意捐嘅，你唔可以逼佢捐，啱唔啱先？喂，盧寵茂都咁講啦。喂，你而家香港政府，你係不斷鼓勵人哋舉報一啲倫理。大家以前咧喺70、80年代，你住公屋咧，大家打開門咧係唔驚有賊嘅，成個公屋嗰個倫理關係係好融洽、好和諧嘅。即係大家咧，喂，柴米油鹽，我用晒啲鹽過嚟借，喂，我冇公仔麵啊，你借一個俾我。我以前細個都係咁。喂，咁有一個咧，相親相愛，我哋有一句説話咧，遠親不如近鄰。阿羅淑佩淨係掛住阿 Mila 嘅啫。阿羅淑佩咧，有冇諗過咧？我哋傳統中國人有句説話叫做遠親不如近鄰。你而家咧就不斷嗌啲公屋居民去投訴啲近鄰呢樣嗰樣。喂，有陣時投訴佢咩？你唔妥佢，喂，佢無地隨地吐痰，裝啲 CCTV 又係及住佢。如果佢唔夠意拋嚿垃圾或者隨地吐痰，舉到佢冇得撈。喂，有陣時有啲老人家痰上頸係唔啱嘅，即係擤鼻涕包雲吞。喂，但係有啲佢老人痴呆老懵懂嘅，或者佢屋企有精神病嘅，有精神病嗰啲人咧會成日吐口水嘅。我唔知你知唔知？如果一個精神病患者，佢成日吐口水，你唔中意佢，你影咗佢之後，你舉報吐3次又冇得玩噶咯。甚至乎我哋嘅房屋局局長啊，阿何小姐啊，即係有一個咧精神病患嘅家族咧，就房屋署就 check 到佢咧，喂，佢有資產喎，有幅地喎，值幾廿萬嘅喎咁。原來咧係佢嗰個前夫啊，就當初咧就個精神病嘅仔啊，就買咗大圍唔知新界邊度一幅地用佢個名，咁